係咩原因令香港取得舉世矚目嘅成就？呢個耀眼名次嘅背後，係香港人嘅獅子山精神。而喺繁華最深處，仲有一種睇唔到嘅脈搏，由17萬幾雙手一直默默托舉。一支專業高效、竭誠為民嘅公務員隊伍，係良政善治、推動高質量發展嘅先決條件。長期以來，廣大香港公務人員堅守治理一線，扎根服務基層，堅持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。我期望新一屆嘅理事會同埋全體會員更多嘅聯繫，緊密合作，共同開創兩會工作嘅新過程。由國家行政學院嘅課堂到東江之水嘅源頭，將以民為本化作每一次行動。好多人已經用咗半生去履行自己嘅承諾。你睇，紅絲睜眼望見嘅係未來。每一份深厚嘅守護都源於一個共同嘅信念。今年係國家15+5規劃嘅開局之年，亦係香港編制首份5年規劃嘅歷史性時刻。由獅子山下到融入國家發展嘅大格局，呢支以民為本、盡忠職守嘅隊伍，正將東方之珠嘅脈搏匯入民族復興嘅宏偉藍圖，篤行不怠，共築輝煌。